我是石子平，对，大家好。然后我大概介绍一下我的创作脉络。那我本身是，我不会说自己是艺术家，我会说自己是画家。因为我本身其实是以平面绘画，以平面写实绘画作为出发的一个创作者。然后我在讲这个我的创作脉络的时候，其实我会把很久以前就是大学时期的创作先讲进来，先建构一个大家对我的认知跟理解。那我可以先介绍一下，我以前是画蛮多以自画像，然后去建构权力的概念，去发想出这一个系列，然后这个是名为史主席系列。那会有这个系列，这个系列我大概让你们先看过一次。大概我会以那个中国那边的写实主义，社会主义写实主义的那一个画风跟自身作为连接，因为我本身是一个非常自恋的人，对我还蛮自恋的。所以我在之前的作品中带入蛮多自己的头像，去建构一个人面对权力的一个贪婪。那我会有这一些的创作动机。其实一刚开始，我自己觉得我自己是蛮屁的一个人，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就有去上海的双年展的时候，然后去找我一个就是中国一个朋友，然后他那个时候是跟我讲说，就台湾可能只是中国的一部分，然后我听了之后其实是蛮不爽的，所以我回来就画了一个中国的地图，然后结合猪脑，然后去 diss 他们，然后就开始去建立出，其实我好像对权力这块有一个非常的很深刻的一个执着，所以会想要去。简单来说，好像有点带一点自卑吧，所以才一直画一些自画像啊，这证明自己好像很强大。而且加上我们台湾的美术教育，其实一直都是一种，就是你画的像，好像就会获得一些掌声跟一些回馈。然后我就想说，那反正我也蛮自恋的，那我就继续画自己。对。然后这差不多是我总结了。然后以那个时候来说，其实这些尺幅都算蛮大的。以那个时候的毕业制作来说的话，我的毕业制作总共画了差不多将近1000号吧，对，然后尺幅其实都算蛮大，然后其实都大量的充实了自己，然后那个时候还没建构出现在的脉络，就是那时候其实建构的脉络比较偏向是我把一些社会性议题的东西，比如说像这一件作品中的川普的发型，然后再配合我刚刚讲的社会主义写实主义的脉络底下产生的那个一件作品。那因为那时候是中美贸易战在开打，然后那个时候其实就是只是加了一些元素，然后大概记录一下那个时间点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基本上还是以权力跟自身作为发想的作品。对，然后这边大概介绍一下社会主义写实主义的这个脉络。这个脉络其实它是从苏联时期开始。在史达林时期的时候，他们有推广的以一种非常左派意识的想法，就是他们会希望自己的社会底下的人民，他们可以共享一个艺术，因为艺术对他们来说只是一种宣传，一种政治上的宣传，他们要传递一种美好的一种想象，所以他们需要一个可以大量。可以直接让平民或者是一般百姓可以阅读的画面，所以他们参照的是大量的布尔乔亚式的艺术，也就是西方的那种比较偏向写实的一个风格，但是那个绝对不是写实，他们大部分都是把
工人或者是领导人画得非常阳光。那站在我们今天历史的角度来说的话，那其实本身的嘲讽意味其实蛮重的。尤其是我们看到，比如说毛泽东笑得很像圣诞老人，或者是史达林笑得很像肯德基爷爷的那个装扮，那其实对我来说是一种莫大的讽刺。那我的这一个系列，也就是史主席系列，其实想要挪用那样的一个对我来说的一个讽刺感，就是其实我本来就是一个非常垃圾的一个人，那我会想这么做的原因，其实就是会想要去建构一个权利的话，对我来说，其实这也是本身是一种讽刺，然后就是去建构这样的一个架构。虽然说那个时期也没有想得很清楚，因为毕竟是大学时期。然后差不多到了，也就是差不多到硕一的时候开始，因为那时候我跟我蛮久的一个女朋友分手，她就是其实我也是到那个时候才认识到，哇靠，我那么的自私之类的，我会反省说，为什么人家会走之类的，然后又加上，因为我本来我可以就形象上来说，我可以说我自己是富二代，因为我爸开工厂。然后那个时候他也打一通电话，就是突然在那个时间点有蛮多事情都发生的，就我爸工厂即将要倒闭的一个状态，然后对我来说，哇靠，就是原本我熟悉的样子都不再是我就那些东西都不是我都不是我原本熟悉的那个状态，然后开始去反思说，好像比较深刻的一些问题吧，比如说像这个旧衣回收箱，现在这个旧衣回收箱的这一个，就是这样的这个涂装，现在已经不在了，现在这旧衣回收箱它已经就让它换一个新的，它好像想要模仿日本的一种设计嘛，涂一些灰色涂料，所以现在台湾越来越少这种蓝色的这种涂装概念，我们也可以看到路上一些，车行里面贩卖的那个发财车，它现在也不太会是蓝色的那种很经典的那种蓝色包装的那种货卡，它现在有越来越多颜色选择，然后或者是蓝色的铁卷门之类的。那蓝色那个时候对我的意义的话，其实我有点想要对应毕卡索那个蓝色时期，所以我那时候其实我会想说，可以加一些自己的心境在里面。那我同时也去转向关注我父亲的一些工厂，为什么它会变成现在它会倒掉的一个状态。那我透过跟我爸的不断的对话，其实我会发现说，我还蛮喜欢那一种物件好像即将要被就是要被淘汰的一个状态。也可能跟我前阵子工作有关，因为我前阵子是去那个天桥上的魔术师担任那个剧组，然后它其实是它是中华商场，也是老一代的台北人他们的一个共有的一个记忆。那个东西它消失了，但是我可以在片场中去拍摄，然后回去给我爸看说，你觉得这些东西到底做得像不像？他说其实他分辨不太出来，他说太像了，也包括里面的一些场景布置，每一家店它该长在哪一个地方，他们做了完整的考究之后，我发现说有一些东西它是值得被记录下来的。那对我来说，其实创作。我觉得创作就只是创作。那创作有没有在记录当下生活的一些事情，对我来说反而比较重要。这个可能跟我建构的一个观点蛮重要，因为我本身是画写实出身。那写实主义它就是在记录18、19世纪的那个时候的法国很偏远的。就是很偏远的地方，那个时候它工业革命的确在那个时候的都市已经完整，已经是发展开，但是在偏远的乡村中，还是会有一些，比如库尔贝的一件绘画《凿石工人》。凿石工人的话，他就是在揭露那个什么一般平民的那个以客观的描写方式进行的一个绘画，写实的绘画，你们可以 Google 一下。对，我没有放 ，sorry。
那对我来说，就像它对我来说就是记录那一种很片刻或者是很底层的那个状态，对我来说好像变得非常非常重要，而且也可能跟我从事的工作有关。在那之前，我做了蛮多打工，比如说那种快倒掉的小笼包店，你们可以去试试看，在肖记小笼包，那边你们可以 Google 搜寻，我之前在那边做过，老板娘人很好。那他们的一些机械载具，他们都是用一种非常人工的东西。那基本上那样的生产模式，我觉得很少看到。比如说我们可能去吃路边一个小包，他们可能是机器包的，或者是面皮都用机器去擀的那一个状态。那对我来说，好像手做这件事情好像蛮重要的，而且它好像是一个即将要被遗忘的一个技术。那也对应到我爸工厂，因为我爸他是开就是传统的那种技术铁工，他们也要比较多用人工去打造，或者是要透过更多机械。我可以直接讲，我这样可以啊。它比较多是用一个手做的过程，比如说，我爸工厂的话，它之前是一个钣金的一个维修工。那以前钣金不像现在，可能是用铸造的方式去生产，以前是用手去打的，用铁锤去敲。接下来才有这一些台湾后工业的生产载具。那跟现在的这些机械载具比起来的话，这一件作品，它是以就是大部分的。就是我们家的那个机械载具去重新构成的一个画面，我只是想要把它构成比较十字架，就是刑具的那个状态。因为对我来说，那一些机械载具非常非常危险。现在我们看到的，比如说那个东西，它很有可能就是我爸会生产出来的那个电箱，它很有可能就是我爸就是在做那个东西。但是现在这个东西比较多都是用雷切一切，然后直接生产。它比较不用去要用那种折床啊，把它弯凹之后，然后再用点焊的方式去焊出那个形状，或者是去固定那个形状。那我爸的工厂它就是相较之下，那一些硬体设备会比较落后。那我比较多就是在这个时候是比较多在关注这一方面的一些讯息。就是让东西重新构成，让它变成不再是它原本我们熟悉的样子。那这一件作品就是以蓝色的莫卡车作为一个发想。我把蓝色莫卡车跟那个我们小时候很常玩的那个跳格子结合在一起。因为我生长环境就是一直从小到大就是也都是待在我爸工厂里面，然后其实在那个场域里面其实发生了蛮多事情。是我想要去记录下来，因为当我知道我爸工厂要收掉之后，我开始会想要去记录这些事情，不是透过文字的方式。因为一方面我也是想要让我爸去读得懂，说我们曾经有在这个场域做过这些事情，所以对我来说，创作这个东西它不太像是给一般民众看，我会比较想要让它是给一些比较曾经从事这个行业看过这些看待这些作品，他可能会有不同的反思之类的。然后结合到我刚刚的，就是我讲的，要怎么讲？我失恋的那个状态啊。然后那个时候我失恋，其实应该大家都有失恋过啊，因为那种痛彻心扉的那种很难过的那种感觉。然后我那个时候其实人在新竹，那时候就是变得说比较常去那种海边的铁工厂去看，就是想办法去凑近，可能我想要回味我小的时候的那种回忆，等于是有一种想要回家的那种感觉。对我来说，去到铁工厂，它很像是一种回家的一种状态。那我也去观察出那一些为什么那些工厂要特地跑到那么远的一个地方。那这个等一下来讲。那对我来说，这个场域它比较像是一种竞争关系。那也不是
这个场域其实它很单纯，我觉得它很像是棋盘，就是我们一般观众或者是棋艺竞赛的一些棋盘的一个状态，然后通过就是有点像资本跟工人之间的一种博弈的关系，然后我想用这个方式跟我的绘画进行结合，然后就是把铁卷门，因为铁卷门对我来说，它就蓝色的铁卷门这件事对我来说，它就很像，它就是一个工厂的一个代表，对我来说是这样子。每个人家里都有，对我来说，它就是工厂。然后这也是那个时候衍生出来的一些系列，然后像是刚刚这是西洋棋盘，然后做一个象棋的棋盘，然后后面的头像也把之前的一些史主席系列元素放进这件作品中。对，然后来讲到这件作品的话，它是我算是首件以一个半立体的方式制作出来的一件作品。那它叫圈圈叉叉，它的格式就是我们常玩的那种圈圈叉叉，然后它跟那种货卡车后面的升降机，我把它进行结合。会这样子是，我会想要这样结合，是因为那个时候在工厂里面，就是我会很常去我爸那个工厂帮忙，然后可能在帮一些工人在搬运的时候，可能就是大量充斥着一些秽语啊、脏话的。那我其实本身也是一个很爱讲脏话的，我超级无敌爱讲脏话，因为对我来说讲脏话是一种发泄欲，就是我觉得生活都已经过得那么困苦了，我也没资格讲这句话，因为我好像生活算还可以，没有到他们真的那么困苦。我觉得对他们来说，那些脏话比较像是一种发泄用语，他们也没有什么意义，也没有真的想要骂谁。那他们只是想要发泄一下情绪，那对我来说，我会想要记录那样子的一个状态，就是他们可能在搬运的过程可能会有劳顿、劳累，然后抱怨之类的，然后我就觉得，搞不好可以用圈圈叉叉这件事情，因为圈圈叉叉应该它的指向就还蛮明显的，它是一个网络用语，就很像是骂一些脏话，然后可能不能标示出来，就会用一个圈圈叉叉，然后再一些倒装，因为像这一个作品的话，它就是 XX0071，然后就是反过来看的话，就会变成一起圈圈叉叉。好，这可能是一个烂梗，可是他们都会讲这些烂梗。对，然后也会尝试做一些，就是回应到我之前的作品的一些作品啊，就是之前史主席创作的一些作品，因为我现在比较偏向做一些立体件的作品，就会用翻模的方式去呈现这样的作品。那我会刻意去做一些仿材质，那这些仿材质也跟我本身喜欢玩模型有关系。因为我玩模型其实也是算玩了蛮久的，然后也其实也去用模型去参加过蛮多比赛。我觉得制作模型那种缩小比例的那种模型，跟我去那个片场，他们对我来说那是一个大型模型，就是他们是直接在南港那个地方那一个空地，把整个中华商场搭建起来，那完全是1比1复制出来的一个场景。那对我来说，那个跟做模型没什么两样。那我还蛮喜欢，就是通过，因为我们平常不太可能看过战争的那种画面。那我参加的那个模型比赛，或者是那个社团里面，蛮多都是在做一些战地模型。我们不太会去知道，应该说我们知道壕沟或者是战争之类的景象，有可能是透过书，也有可能是透过一些影像记录。那对我来说，我去接触到那些我不曾接触的东西，是透过模型。对，那我会去想说，当一个人要去理解那一件事情的话，搞不好影像我是不喜欢，我是不太会去看影像啊。我会更喜欢人家重新编排好，做成一个模型的样子，让我去看说，以前战争可能是长这个样子，或者是对，就比较片面一点，那可能可以带一些自己的一些想象的一些过程。
现在以目前的作品来说的话，就是以一种制作模型的方式去呈现出工厂它片面的状态。因为工厂这个场域，除了我刚才说很像棋盘之外，它更多时候在整个社会结构中，它是充斥着一个满满的矛盾。比如说，我们都知道会有一些工业区的一些设置，那你们有没有想过，真的所有工厂都是设置在工业区吗？肯定不是。比较多时候是设置在一些城乡的一个过渡地带，或者是过度发展的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可能是它没有交通可能不方便，然后住宅那个交通不方便就会影响到都市住宅的规划区域。那这样的话，通常的一些地方都会成为工厂成立的一个地点。那这样讲好像也蛮矛盾的，因为那些工厂要倒掉，然后都市要重新规划，所以才设置那些。我觉得工厂的这样来讲的话，这样讲很好了。工厂它是一种很容易被取代的东西。今天尤其是老旧的那一种台湾后工业的一个生产的区域，它是超级容易被取代。因为其实我们这个时代也面临到，就是以我爸工厂来说的话，他们的那个区域很多地方都是从事像我爸的那种台湾传统钢铁工厂，那他们的那个年限或者是他们的一些机械载具，其实到现在我们2023来说的话，机械载具它处于一种非常落后的一个阶段。那也搭配我爸要退休的年纪来说的话，他们其实是慢慢在消失的。对，那像我爸的工厂旁边，就左右旁边的工厂，他们都倒掉，他们也都倒掉。那对我来说，我现在的创作会比较想去记录那些，好像曾经在我生活中的一些东西。然后我借由就是把工厂的机械载具进行一些切割、重组，然后再重新构成另外一个样子。这件作品它是原型是工厂里面的折床，它主要的功能是把铁折凹，把它折成一个很像直角的一个形状。对，但是它有切的功能。只是它切的功能的话，就是可能进行一些面积较小的东西。那当然，对这个东西切到手的话，是真的会死。我当初我现在的创作会比较偏向是我第一次看到或者是第一次使用这些工厂载具所面对的一个情景。因为那个时候我其实是想要把我的头伸进去那个洞里面去看它的那一个样子。因为我那个时候很想知道说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力道。那我觉得那个时候就很像是一个断头夹，你懂吗？所以我在这件作品中，我就会想把就是把我自己的头像，自己做一个头夹放在这个东西里面。当然我这件事情其实是还蛮危险的，只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很好玩，就是因为我完全不知道那是什么，然后我又想要操作它，然后我又想要去找那个开关按钮，然后我就想说把头伸进去看会不会开关，会不会在那边其实有点白痴了，对，就是一个不理解它，然后尝试想要去理解一个状态，我就会用这样的方式去改变它，对，就是用一个很皮的心态去面对这些工厂载具。然后在高雄奖里面的这些作品，其中我大部分布展的话，它会用我会使用蛮多一种线壁绘画的一个连接方式，那也回应到我还原工厂的那个现场的状态。我还原工厂的话，大部分都是以一个刚刚讲的一个很像童趣，或者是我跟我爸的一些共同的记忆连接呈现。那我在还原的工厂的时候，同时我也是在现场去做一些绘画。那
还原现场这件事情，它不知不觉也还原了，也不能说还原，它就是我真实在作画的那个状态。那我之后也会再做一些，就是绘画跟工厂之间的一些连接作品，但是这个也只是一个初步的概念。我觉得这个好玩的地方是在于说，我是用一个劳力的方式去呈现，很像是使用过的一些痕迹，但是它是以一个绘画劳力的一个手法。那我觉得蛮对应到我想还原的那一个，就是工厂的那个状态，因为工厂就是很简单、很明白的，就是说它就是一个劳力的一个场域，充斥着大量劳力的一个场域，所以我觉得这对我来说它是有一个片面的连接。那我其实有时候会蛮遗憾，是我没办法去接我爸的那一个工厂。第一个是载具的落后，或者是以前没操作过，现在也都还在学啊。现在都趁我爸还没把那些机械淘汰掉之前，先能学一些东西就学一些东西。那我觉得对我来说是补足一些遗憾，就是以现在的作品来说是补足，我不能去继承这些东西的遗憾，或者是对于缺陷的一个缺席现场的一个遗憾在里面。对，然后在高雄奖的这一个作品里面，我分成3个布展方式，就是左边就是尝试还原现场的这一个，尝试还原现场工厂现场状态的一个其中一个状态，然后另外一个是我刚刚讲的那个内心独白，我可能会认为说铁血们很像我之前的那个很失恋、很受伤的那种感觉。或者是它很像一个，也类似于一种，就是对于一个工厂它是什么的一个，就是我觉得它很像棋盘的这件事情，跟我自己可能在透过我爸可能在养育我之类的，但是我在建构，好像是那个工厂在建构一个始祖级的那个概念，分成这3个方式去进行布展，呈现会从以前到现在的一个脉络。然后，这件作品的话，就是我觉得蛮好玩的地方是工厂，可能大部分人对工厂可能比较不理解的地方是，不太像是那种做工的人，那种很像刻意想要去呈现他们劳累的状态。以资方像我爸，他就是资方来说的话，比较多时间，他们很多时间其实都在偷懒，他们可能会玩一些麻将啊，或者是桥牌之类的。那个时候，我在我爸工厂附近发现了这个很像2筒的这个铁件。那对我来说，它是2筒，因为我很常很常看到，因为我本身也喜欢打这样，然后去结合7筒，然后去呈现那个这个东西，它其实是原本这个东西是我捡来的一个线程，就是2筒这个东西，它是一个线程，它是铁箱上面的一个铁的零件。然后我把它结合，因为我觉得它很像2筒，它是对我来说是2筒，所以我把它弄得很像，就做了一个7筒的一个造型，然后去对应说，工厂跟赌博之间的关系。对，然后这个就是也是跟我爸有关，因为我爸前阵子在学音乐，然后对我来说那个其实蛮充实的，因为他退休了，其实也没什么事情做，所以我就想说，搞不好可以，那个画面对我来说蛮刺激。就是怎么好好的人怎么，你不是在看电视，怎么会在那边学音乐？然后我就想说把这2个东西结合，对，然后这个是2.0的版本，战损版，对，然后这个我现在跳着讲会比较快一点。那这一件作品在高雄奖里面，因为我是用一个生锈的方式去连接史书系。的一个去回应我之前的作品，那对我来说那些作品，它现在也应该不太可能在任何地方展出了，因为我觉得那个东西算是蛮 low 的，所以我会把那些东西全部输出，然后装进去这个化粪池里面，然后就代表我觉得我之前做的东西很像一坨屎之
之类的。它这个原型其实是一个就是蓄水槽或者是化粪池的一个结构，然后我就想说，那我就做一个化粪池，把我之前的作品丢进去这里面，然后跟之前的那一系列好好的告别，对。然后传输带，就像我刚刚讲的，我很常把工厂的一些结构重新做一个拆解，做一个诠释。那我把这个东西它卡在墙角，那对应到我认为工厂与整个社会的一个矛盾性，它的被观看的这个状态会很奇怪，因为我们都知道传输带的象性。那我今天把它倒装成这个样子。就是想去凸显出原本我们认定的那个价值观，它出现的，如果它出现的意想不到的结果会是怎样？那对我来说，工厂它可能不是标领，更多时候可能进到这个场域的话，我们可能会被那些机械展去吓到。那我会想要呈现出那种感觉。子婷，我们先到这边好不好？ OK。对，我觉得很精彩，但是因为我们时间可能还有限。对，我知道。我要放开口。没关系。那我们就先谢谢子婷到这边阶段性的精彩分享。